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4月17，诗篇47篇60安尼讲：恁着唱歌学乐上帝，着唱歌学乐，唱歌学乐咱的王，着唱歌学乐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唱歌学乐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喜乐，你是阮的平安，你是阮的快乐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坚固石盘，是阮灰暗时的避难所，是阮患难中的帮站。主啊，因为你，阮通伫困境中找到出路，伫艰苦中得到望，伫绝望中得到拯救。主啊，对你所赐丰盛的恩典，阮只有学乐搁学乐，感谢搁感谢。主啊，阮的心要静静，全部听候你，因为阮的愿望是对你来。主啊，阮的拯救，阮的阳光，拢在伫你。所以，阮要唱歌学乐你。主啊，阮要唱歌学乐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